三字圣经出在于66卷圣经，是用三字经的格式编撰，互读者伫念读中体会出神甲人的互动，提供读者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。三字圣经作者王道维教授一创造甲祝福，圣言出，天地始，圣灵动，万物兴。要有光就有光，定日夜，乃一日。造空气，分诸水，显那天，乃二日。分海陆，种食物，将其类，乃三日。日月星照大地，定节令，乃四日。造鱼虾甲飞鸟，赐云福，乃五日。造野兽甲昆虫，将其类得喜悦。造人类有男女，多生养，显英雄。人蒙福，全地土，心满意，乃六日。万米节，神晓煞，定为圣，乃七日。二对了甲应允。人之初，本如土，神分气，灵入主。阿当困，夏娃出，肉中肉，骨中骨。为神明，被蛇虎，食禁果，受咒诅。男劳力，女如苦，有应允，出救主。人怨神，建邦城，做三巡，论双沉。为娱乐，跟随神300年，入传承。吉那阿，方舟城，遵仪整，庆玉成。人福后，他千赞，乱口音，险沉沦。神选调阿伯兰千二信家族团，摩西出律法班外族亲刺小兰，人背逆神温然，在23有福源，正先知应允团，弥赛亚攀下凡。三救赎甲成全，永活道肉身灵，神圣囝耶稣名，灵感应，童女衣，牧人团，马做婴，12岁，苏明明30载，家族情，受水洗，尽人义，经试探，凭信仰。调文图，遍地行，传天国，讲福音。写人多，显信心，医病残，应病名。金光照，野恶净，观灵现，退邪灵。正误解，以独行，末世间，无人明。死后教，任人行，十架路，苦难行。羔羊花，随风林，圣囝类，去天明。满无力，神怒煞，救阮成，万世情。古奥秘，今明言，神人和，中保莲。阿当罪，基督传，律法缺，救阮圆。信心本，千二典，梦中生，知敬虔。灵动珠，演活泉，立为师，爱绵延。四对随甲五梦。3日后，梦照伊，主告我，如神虚。
圣死亡罪权利，夺阴间救稳临，文道见尽释义，大使命宣告职，先野城出犹大，在外邦将地极，主升天回白边，车圣灵入人间，教会见使徒见。见证主为先言，东关区文道天，必必临，是日间，虽受苦乐当先，救主名传天边，新教会主心父，背十架赴天路，持真道破迷悟，还美善该所无。典文书何辅助，信望爱真流露，向基死为主谋，若神殿献国度，末世教书忍耐，灾难中人心大，灵界战虽澎湃，千禧年无必败，心虽死。各我台，审判日公义在，主要来，莫海大，新天地应要在。念读张宗义，影片编辑，地王所提。